呢個應該係成個朝聖之路最靚嘅一個小鎮啊，而且只係一個普通嘅公園咋。嚟到朝聖之路葡萄牙線 Day 4啦，今日要行一個長距離32公里左右，以我平時嘅步速加埋拍嘢食飯，應該要行11個鐘左右，即係話今晚嘅7點左右先到嘅。時間緊迫啦，就連呢度有個女人街呢，我都唔得閒睇住啦。哇，今日非常之多人啊，就好似佢咁，佢話今次已經係第2次行啦，第一次就係行法國之路，因為老婆話想再行多次，所以今次呢就同埋細女再行一次。老實講，徒步到可以一家人嚟都唔容易啊，咁樣行一行都要10幾日㗎。可想而知呢條路線發展成熟嘅程度同埋容易程度，真係咩人都行得。個感覺就係好似出旺角行咁簡單。呢個就係典型嘅朝聖者套餐，有飯有薯條同埋咬唔開嘅豬扒，勝在夠平，10蚊歐元左右啫。省略咗中間好漫長又苦悶嘅徒步畫面，終於嚟到我哋今日嘅落腳點 Ponte de Lima。哇，呢個光靚到呢！早知呢度係咁靚，我就分開2日行，咁就唔使一日行晒咁長同埋咁夜先到步。不過又咁講，如果我早到咗，可能又唔係呢個光噶啦。不過時間緊迫，我仲要洗衫啊，就嚟收啦。下集再講啦，拜拜。